关系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大家上界注目的消息，也是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，和伊的男朋友甲拍，佮甲关伫的饭店。高嘉瑜昨已经到警察局告伊的男朋友伤害。早起10点半，立法院开记者会，亲身来说明，是讲到有骨若解，然后更啊甜目屎流落来。伊讲伊当时是互对方拍假，规个面拢肿起来，是真假参伊家己拢袂认伊家己咯。伊嘛来公开着家己互拍到乌青银灰相片。伊讲伊第一时间感觉真见笑，毋敢甲任何人讲。尾也感觉讲应该着要勇敢出来面对，希望家己是最后一个受害者。高嘉瑜一开始先甲大家会歹势，讲互大家担心咯。伊讲伊伫这段时间看到人性上黑暗、上恐怖的一面。首先，我先跟大家说，对不起，就是让大家担心，因为，从事情发生到现在，收到非常多的朋友，还有很多人也非常的担心。在这段期间里面，我可以说，见识到这个所谓人性最黑暗、最恐怖的一面。头一句话就是会死的，高嘉瑜讲，伊嘛惊到，无想到讲会拄到遮恐怖的人。当然，第一时间我觉得非常的丢脸，就是说，就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。哪讲哪靠，伊讲这个代志无好出来人知影，伊嘛讲起了当时的情形。对我施暴的原因，我也是觉得有点匪夷所思，就是我跟前男友就是他传小孩的照片给我，然后请我帮他买小孩的东西，就只因为是这样，然后他就抓着我的头发，然后拖行，然后暴打我，然后当下我的脸就是嘴巴都是血，然后脸肿起来，然后这整个过程从晚上可能10点多一直持续到天亮，然后他都一直持续的拿着我的手机，然后用我的手机，不管是发文章或者是传资料等等，就是用尽各种方式来恐吓威胁我。那这过程中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当下其实我整个人就是脸肿到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谁，然后嘴巴里面都是血，然后他还勒着我的脖子，然后所以我的脖子我都觉得我快死了。但是饭店的人其实并没有，就是过程中他有一直请饭店，就是拿。讲到后天，高嘉瑜讲伊本身是立委，却依然是无能为力。就拿冰敷袋啊、买药啊等等等等。但是饭店的人都没有觉得说有什么奇怪的地方。那我的手机又一直在他的手上，其实我几乎没有就是办法离开那里。嘛讲对方的手机内有伊本爱影片，和对方危险。在一起大概2、3个月，我就觉得他好像很容易暴怒，然后情绪很容易失控，然后失控之后就会开始威胁恐吓，然后逼你下跪，然后逼你就是道歉，然后照他的话说，照他的要求去做。对方自称有重度的精神分裂，高嘉瑜讲毋捌人真正死一半，真失礼。对方讲伊是头一摆拍查某人，伊嘛相信。嘛有其他的受害者甲高嘉瑜联络，伊本身无想要吞论的原因，是因为伊希望伊是最后一个受害者。若是安尼，嘛是对社会有所贡献。